最后，咱今日这个歌词叫做《回家的路》，啊，这个寄调，回家的路，语调就是讲返乡角路。返乡角路就是讲要倒转来故乡的一条路。啊，不过返乡角路伫遮无爱用较侪时间去甲讲，因为现在的歌词咯，伊无困难，看一个就知影。但是这个返乡角路遮吼，这个爱先讲有清楚。那这搭讲无清楚，后壁讲迄拢是假讲的。哦，你知影嘛？唔知影人要倒去。比如讲，重点要倒转去咱的国家乡，重点就是去人角。哦，啊，角伊安怎？本角、私角、甲经济角。哦，啊，你讲这相深，啊，我个感觉叫做角青、角乌、角地。我这个相深呢，感觉叫做文、书、修这三个，咱就是想做菜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角足重要。哦，啊，这个角为什么讲重要？因为讲吼，咱若准讲伫咱这个世间，咱台湾人，莫讲别个国家，讲咱台湾人，咱台湾人就可能若讲，唔知影恁兜是门牌几号，唔知影恁兜是生做安怎，你敢有知了倒？但是你知影讲，我爸爸妈妈生做安怎，我内底有几兄弟姊妹生做安怎，你知哦？毋过毋知影讲，阮兜是生做安怎，啊，我呢门牌几号，毋知呢，啊毋知敢倒？大部分人讲袂当，啊其实是会当，为虾米？较麻烦，你爱对台湾买，一家安尼落去找，对台湾买找，你甲台湾谈，总有一天互你找着。啊，问题是安怎？太贵。啊，无我个即个问题问迄个小朋友讲，啊，毋这简单，电话卡的，叫我妈妈来找啦。啊，是较紧，后来这电话啦，咱是讲无迄个行动电话的经验值啦。咱讲即个时阵，咱来知，咱若了解讲，咱人工要去的所在是啥物所在？你要倒转困难，真正困难。但是讲你毋知讲恁兜的门牌号码是几号，要倒转那困难。因为咱讲拄则讲咱对人来甲你接，有人来接。啊，但是咱要有人来甲咱接到，嘛爱有条件，嘛爱有条件，毋是讲清清彩彩，受水只安尼人就甲你接到。要互人接到，要有一个条件，啊，无基本上拢爱甲你找。拢爱家己找，啊，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即个角对，角就是文就是讲道听道理，道听道理就角青，我叫做咱本来叫做文角，咱本来就即个角青的能力啦，咱本来身体本来就叫做文角，但是要透过啥物？透过道听道理，道理主要听，莫甲听一个句，就是角青，就讲哦。原来我就是有咯，我就假是讲，人有一句话讲，有空到北京嘛是有，啊，咱点解有空去北京敢是有？毋是，因为变牛，啊，若空去改了日本的，变日本的牛，啊，空去改了美国，世界上200个国家，咱若空去的国家，你甲讲，即只就是牛，伊听无，你着爱用语言话，讲即只就是，安尼甲听，要用语言你甲听。啊，这意思就是讲，伊的本质就是牛，但是去到别个所在，你甲讲迄是无人听无，迄是你听无，人别人听无。那么咱的这个不行，本体就是安尼。咱不是本体，咱的本质就是不行，但是流落凡间，伊才咧轮回，变做安怎？变做你，袂记你讲，你就是有人。啊，所以讲特别说安怎？道听道理，听甲久的话，你就觉醒。这就敢想讲听电台，电台拢有咧卖药啊，一直听，拢后生祖囝拢甲你考课，还是讲你家己的信仰拢做坚强讲，我袂使买，莫甲听一个哦，人要拍者，要一本。为虾米？咱明明讲交代讲袂使买，听久哦，听久变做无买，敢若袂使，咱就甲买。啊，这道理也是安尼哦。所以，无咱即期无叫咱着出去做啥物，惊天动地大代志哦。咱即期上重点就是好啊，坐遮听，
虾米？你若道理听啊，讲啥物拢通啊，道理听袂通，啊，变一寡话袂拢共款袂通啊。啊，所以迄个角度讲，啊，角度讲咱本身就是稳，哦，安尼，你角度你本身就稳，安尼你角度就出来啊。你讲你就知影对对。所以讲这个道听道理，哦，啊，书呢就讲，啊，定定去反省文书，就是讲啊，定定反省，迄叫做思觉。开始要教哦，定定反省就会觉到，定定反省就觉到，头站是觉册尔，觉册无代表觉悟，但是第二站你若甲倒头想，就会觉悟。啊，啥物叫倒头想？因为咱一般世俗的人。芸芸众生就是颠倒妄想落，颠倒妄想，颠倒头落。啊，咱伫颠倒头落啊，你去甲颠倒头，这是当作是正常。啊，啥物叫做觉悟？觉悟意思，咱莫去甲颠倒头想，你倒变落来，啊，你甲颠倒头想变正面个，哦，那个误得正，哦，误得正。你若倒头变了嘛，妄想颠倒落来。想正面的，正知正见，安尼第二个觉得出来，安尼要倒是好倒，你知影讲，你大概啥物情况？啊，所以讲，伫咱这个世俗内底，咱若出世落是大人教你世俗的代志，教你世俗的物件，啊，教一大堆，拢叫你着爱争第一，叫你着爱战胜，叫你逐项拢出来拼头前，拢无咧甲你教讲，当你若失败时要安怎？当你若真输人的时候要安怎？啊，当你若落标时要安怎？当你若毋是成功的时阵要，拢无去教要安怎？拢甲咱教，你着冲，用前冲，用冲，用命为用这个地冲，拢无教。啊，你若冲无弄着命要安怎？这个所在拢无教。啊，所以这个我就是咧讲，开始会去反省家己，对无？世界上的代志是安尼哦，你甲颠倒头想，安尼就变正见。还有世俗就是颠倒妄想来，咱若无颠倒妄想，咱袂拄遮来，因为是菩萨是烦恼，哦，伊做清楚哦，但是若毋是菩萨哦，是颠倒妄想。那么，搁再来讲哦，文思修就是要修迄个觉性，叫做本觉、思觉，迄个叫做究竟觉。哦，迄个究竟觉就叫做觉理，究竟觉就叫做觉理，就是安怎？觉了我大我一切苦足，我一切万法，而且觉，还要透过修，慢慢来修，修到一个程度，咱的智慧就显现出来。啊，有的人就讲，你无智慧显现出来是要怎修？哦，那么咱咧讲魔后起修，就是咱文思修。魔后才开始修，不是魔后了你就修无哦，啊，搁一段去，魔后开始起修，啊，所以起修的话呢，你也修到你的智觉，哦，迄个觉智啊，修到出来话，会发觉一件代志，讲世界上的物件，来伫你的身上，拢总无要无紧。世界上物件咧，迄叫做有咧讲一切正理，一切正理。啊，咱来讲，有咧一切正理，我有法度，其实咧，拢一个观念咧，其实咱大陆我来跟你讲咧，啊，一切正理原来真简单，一切正理是讲，一切拢足清楚，但是拢袂叫改掉，安尼，要叫做一切正理。啊，毋过咱就是一切拢足清楚，但一切拢总要爱。迄就是另外，一切拢做清楚哦，咱总有一天会带到，咱总有一天，只是讲较趣味的就是讲，这当时过一天，啊，所以讲都毋知当时过一天，啊，就伫遮流浪生死安尼，安尼加分直接拍破，啊，但是咱拢足清楚啦，哦，比如讲我若去关怀据点，伫咧甲庙会啊，咧阿公阿婆啊，咱拢足惊讲着死，啊，甲讲着你几岁？拢解不要讲，啊送死啊，送鬼魂啊！诶，其实哦，咱就是来跟你讲讲，你阿公啊、阿嬷来迄个讲话咧，讲啊，我有老母，也毋是啊，
家己讲的，我即摆啦，真迄个吼，真前卫的，我咧无咧记得禁忌讲啥物事啦，啥物还无咧禁忌。但是迄是迄落人，但是有的人毋是的，你袂可能甲讲真。会咧吵吵的车，白人，只要有人你讲死，无感觉怎来个笑笑。啊，有的人你甲讲鬼话，我鬼话怎啊？啊，你拢袂晓骗你，我是来问你。歹教，啊，问一个几话人歹教，啊，其实咱唔知，即个感觉是讲，咱啥物代志咱拢做清楚，啥物代志拢袂拖落，即叫做一切精明。这个有足困难，表面上无足困难，原则上无足困难，就是爱透过心，透过心无问题。所以讲，咱即个甲了解，啊，即摆甲了解就是爱互咱心间。心性完美，心性完美，就是讲咱清净自在。所以讲，你若想咱心性完美、清净自在，恁倒迄条路，就是清净自在的路。啊，若讲啊，我无法度的，我无法度在这拢做唔免惊。为虾米？因为咱跌倒，啊跌倒嘛，上紧有输咱三宝，迄三宝一定爱加减的。你若无把握。我已经想到清净完美，若无把握，海洋的我还佫有了唔知呢。若佫有经哦，阿弥陀经啊，迄个琉璃经啊，啥物经，足侪经嘛。拢甲你讲好势，就是起码看的啥物货琉璃，啥物货，甲足水，你其实就是要甲咱照咧去讲，你只要有这个习惯，你上起码会来我这个净土，上起码你拢爱安尼想。若上水的，你就去水的所在；上起码你会来我这个净土，啊，你就放心。啊，但是迄是净土的，迄毋是咱要去的所在。咱要去的所在是究竟清净的所在，要究竟了无的所在。你即个是一个跳板、跳点，咱毋是要去追遐的哦。咱迄净土是由咱跳去迄个板，迄是一个缓缓就要咱跳。啊，所以你要想讲。清净完美，免人食。啊，若无要安怎，无办法去。为虾米？因为咱关身体阮有一皮肤，写甲足长啊。啊，但是我简单甲讲一个，要念要不，咱来看。互伊重点关身体，阮讲，伊无骗你，骗客伊无骗你，伊讲的拢事实话，伊无骗你。你已经得到道啊，得到三宝啊，你好好啊，一工我用一个时间去修三宝生活界，8次用掉。你的骹底就会生啥物七彩云咧？甲你送到你该去的所在。这个是清净完美咧。哇，啊你这就简单，所以咱了解原用角度，角一定爱是知，啊一定爱了解我要到伊的所在是生做安怎，清净、轻松、自在，伊个所在是可以轻松。无把三宝生活无是关身体，我甲你打保证，你若有逐工拨时间来修，你骹底就会产生七彩云咧，甲你送入去。啊，所以讲，这是关身体讲，这是上话讲。啊，所以真正要倒转去路，迄个角要做清楚，爱决定我今日个心境是啥。啊，再来讲扫描这个心，这个心是用扫描，电脑来扫描。那么这个扫描就是咧扫描咱家己，向咱家己，毋是叫人甲咱扫描，嘛毋是咱去扫描别人，是家己去扫描家己，看家己的心拢底啥，啊，家己的心拢底啥，伊的起处在啥，啊，这是足简单的道理，家己的心底啥，就表现出啥。就咱像讲，我迄月吼，伫迄个纺织公司上迄个3万济，我上3万济，啊，阮迄个领班的，阮个领班吼，足爱讲迄个几啊故事的，我爱困到做囡仔，佮拢足爱听，啊，佮足无胆，听甲逐个叽叽叫安尼，哦，啊，伊个足爱讲迄几啊故事，哦，啊，阮这牵到查甫，拢袂爱去安尼，拢会偷走去唱歌。啊，因为做夜班咧，就3更半暝，也无啥物课场，无啥物组长，拢无啥物大粒的，啊，就领班去，我就拢偷走去迄个唱歌。伊就
要教讲哦，我袂当去仓库偷看。伊就讲哦，迄仓库外口有一只电压机哦，迄几千度的电压哦，迄只电压机内底电死一个人，我伫仓库的门口口，你好当去一个柜，若叫拖的，若叫拖的，你莫拄我哭，莫拄我叫天叫地哦，莫拄我哀，你叫拖的，伊无讲无代志咧，讲了无人讲已经困，可能干那像我讲，因为我无那个心态，像我讲伊啊困，所以讲咧，有一届中班咧，伊要下班，伊咧顾迄只电脑机嘛，伊要下班伊就讲迄电脑机哦，伫1000度甲降落来0度，2点时间半暝2点到1000度降落来0度，伊找我领班啊，迄个工就是领班咧做，伊找我领班，伊看我伫内底咧目睭微微怎走出来，伊讲哦，今日我要下班啊，吼等下2点你甲即个1000度降落来0度，我要赶走，伊讲我就走，结果伊无去甲领班讲。即马时间一个到，我做准时的，我做有责任的。时间2点到，我想甲降落0度。即个领班就较大所以，伊若无啥物大代志，领班可能10分钟到2点10分钟，甲人看者0度，惊一个尔比啊，集合无，规间拢集合，拢比2点家己啊。我啦比啊啦，大家拢念阿弥陀佛，来我阿弥陀佛，即马，迄个山上来，迄个管家叫人，无叫我拖下来，我人就落来，就我拖来，我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伊讲滚出来！哦，迄滚出来，今日扶了，开始念阿弥陀佛，我来维护啊，准备来病啊，安尼就对啦。我讲鬼生做安怎？唔知生做安怎啦？迄个电脑机啊，无代无志，对1000度降落来0度，迄人是滚出来饲的，我讲有啥物人去饲？我讲。拄我饲的，我总用保管头甲我。那么这是真正这就是安怎？我领班对头壳来拢藏迄个鬼仔故事所以讲看到啥物拢得做鬼仔咧，就死其实这个是机械的物件，只要你甲关伊就共。鬼敢真了我都去关伊，鬼若要关伊，算是过来10担的工程甲关伊。几个咧无公平，伊关起来了，所以咧，扫描咱即个心，看咱心是拢底啥，感真心就是在伊啦，底这样，人若要甲咱接过来才袂得。所以讲，爱读一寡咱的心，看咱的心是咱起落，即个宝，有咱即个心有即个心宝，读所以读的是上解。为什么讲迄历史观内底？伊内底其中就只有讲起咧读经，读经就是咱读出声，因为这内底是一个一白，甲迄个花送出去，将这个花甲送出去，就甲卖出去，卖出去就做花，甲花送出去。所以读经有讲对无？因为你这个释迦牟尼有讲，只要你若读我的经典，量天无关，拢伫边仔。甲咱保持着，所以咱拄真会讲，然后迄就讲咯，较考啊，拢考迄逐工都咧考遐，不爱啦，不爱报，迄伊的算式，迄算式足大个。为虾米？因为较考啊，考遐就无爱读，无爱读就无爱背，到尾算式家己。迄人迄历代祖师拢甲你讲，伫经典内底，甲你讲我做清楚。只要你若读懂即个真经，读懂即个佛所讲的经典，犹如释迦牟尼佛的即个本尊功德伫你的心里面，所有量天无法，拢爱来讲来扶持，来讲来扶持。除非是你哪通哪食饼，哪通哪食饼，无咧讲纯经安尼啦。无或者你讲你啦，口道、手道、心道、眼道、识道，好转心道，要量天无法。甲咱有法度，所以若个讲我拄真会讲，你考啦，若有即个想法，算是家己啊。所以爱多报考。为什么讲读的少容易通有咱即个起落的心？读的，因为咱本身是原道心的，即个电波、脑波本身就是
啊，原来咱若搁读经啊，是讲修炼咱的三宝习惯，啊，这个烦恼宝就是比清净。啊，当然这边讲介济啦，啊，搁来观咱意识中是真还是毒，毒就是咱三宝真的真观的。那这个师尊为啥物讲要观呢？因为观是一门真强的功夫啦。安怎讲真强的功夫？伊迄个《楞伽经》内底讲16观，第一关就叫做直观，伊就是讲甲咱看，爱家己看，看咱的眼观亲像一头光安。那安尼呢？然后再叫看到讲你的眼观亲像一头光，你要倒转，真正是安怎？从咧翻掌来简单。你若再叫佢看到讲你的眼观发出亲像一头光安尼。啊，尾啊，迄个一头光来看到都无光，啊，你个叫做究竟解脱，那个究竟解脱。啊，一开始伊的火观、水观、香观，但是上较重就是一观。啊，一观了就五观，你讲迄个后尾光就看较无，啊，你叫做究竟解脱。啊，但是即个所在观，就是要看咱的意识，咱的意识，因为咱的意识真重要。因为安怎意识就是讲，第六意识，而且咱慢慢分析者，第六意识是安怎阿罗汉咧修的，第七意识是菩萨咧修的，第八意识是佛咧修的，三种唔同款。第一个意识，第六意识就是阿罗汉，因为阿罗汉你知有心，伊会生意的，爱着安怎赶紧用迄个禅定甲定定起来。但是迄个是咱知道。伊是不形象的哦，伊是常是不形，伊拢总有，但是伊若咧困的时阵无。啊，第七是咧是常是不形，啊第七是形而不常，你是定定拢存在，但是无定定等住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阿罗汉要修第六意识，迄个意念定起来，往以后起来甲定起来了，但是人讲去讲为上无为上天。两受了，讲8万大劫，到迄个数量8万大劫了后，迄个意识就讲佫浮起来，佫跋落，袂当去哦。因为你是甲定起来，你无甲行，你甲定起来，无甲清出来。啊，那菩萨就无同，菩萨伊就无修禅定，无修烦恼哦。伊对人个世间上的代志哦，所以弥勒佛讲哦，你若毋捌世间事，你免想要做菩萨。世间事就是。世间的这代志，啊，你做清楚、做了解，啊，所以讲菩萨伊就无修禅定，无修烦恼，伊就知影讲禅定烦恼就是啥物，是利用这个物件来成就，啊，所以讲伊就是修第七意识，那佛就无共，佛伊就修第八意识，是啥物？因为菩萨伊甲第七意识发种，迄个发种叫啥？叫啥物？叫做一品生相无味，一品生相。伊个转文叫一品生相位，简单来讲就是讲生相位。伊伫54个位阶的时阵，伊无在念做文，就是安怎发种为一品生相位，种来了。伊无法度甲阿赖耶识善因缘甲恶因缘拢总清楚，伊敢若清苦的处理，善的毋敢清楚，迄叫做发种。啊，佛就无共，有拢总甲清的处理，迄叫做。空性，那叫做空性。啊，所以讲，伫这个时代，意识就绝对。啊，这个意识呢，啊，这个咱人去甲观你的意识是啥物，亲像咧做梦。咱来了解是这个体真还是做梦的梦真呢？咱这个体真啊，你梦跟梦你安尼假，跟倒是无是安尼哦。咱这个体是假，咱这个梦是真的。咱是无可能完全变成真屁屁，啊，这其实就真讲起，这个梦体是假，内底做迄个梦是真的。而且我不晓得一样，迄个梦叫做形象中的法界，啊，这个体叫做法界中的这个形象，我查一下。所以讲，咱这差不多上高完，
120当上上高，送人单独。但是咱迄个网，比如讲咱迄个网够设计，够设计上过来1单，啊，若够无设计，8万多点，迄就是迄个网，像咱进入迄个发界的网，就是8万多点，你是咱个有影知？我敢有你无知描述的久安尼？但是总有钱，迄个较是真哦。啊，即个肉粿伊是假哦，为什么？伊是120担呢？安尼是你要去迄个发界的无量千万迄担，也是要来一个肉体120担。你当然要去迄个发界的无量千万担，啊，嘛迄个是真的。啊，咱咧做梦就是安尼，咱咧做梦就是咱的灵性进入迄个发界，啊，只是讲有牵连着咱的业色，只是讲牵连咱的业色安尼。若业色无牵连，咱做梦出来是足伊咱自在、足令人享受的代志。所以咱就无爱过后讲，特别认真说，伊就安怎，伊就用脑壳甲咱记头壳，啊，叫伊就讲足好做梦的，我拢梦几暝呢，啊，即摆甲脑壳记，啊，互去困，啊，结果透早讲，啊，你有做梦，梦几暝啦，啊，结果去甲讲无啦。你差不多上久啊，10秒钟。你讲我明明都几暝哦，我问你讲我怎做，我生气有几无？梦到规时山坏啊！讲无咧，也是伫电脑簿内底无超过10秒钟。咱来知，迄就是梦。所以梦要大是咱大梦应该要少10秒，袂超过10秒钟。啊，咱的这个假定就是梦，是意识中的变化，迄个是发界中的想，啊，咱想中的发界，想中发界是咱灵魂的迄个长处，所以爱光看是真的是假，几分印证，几分果，什么叫做几分的印证，几分的果？来，啊，就是扫描这个心。扫描这个心的这个处，这个所在就是 X 光来扫描，咱第二间来扫描。那扫描是讲算，即代咱思想甲用算我咱人生的这个渴望，用算。那为什么要用算？因为咱就是用算的落啊，啊，咱要得到嘛，共款要用算的得到，这个数一数。来讲较通俗的话，就是讲叫做算一算、数一数的用算。啊，所以咱一工内底最后一个时间甲数字有关。啊，透早起来第一个时间嘛甲数字有关。所以讲迄叫做拍算。比如讲，咱若要困的时阵，会安怎？敢会无代无志去困？当然，若有5、6是安尼，若无大多数毋是安尼。大多数拢会想讲，哎呦，1点半呢，我讲伊哪个数字哦，你就咧算，1点半呢，惨啊！反正我上班呢，我敢伊来困，啊困到天光，目睭开开，第一件代志是安怎？看几点啊？手机也算第一件。看几点？几点？我家就是数字，所以讲这个算重要。人讲哦，会拍算。翘脚咧吹气，拍算，透到叉袂吹丢啦。啊，当然就是安那，咱来讲拍算。啊，为什么讲会晓拍算？就是讲咧，爱拍算，人讲安尼，迄个巧人甲无人的差别。巧人拍算咱的身体，啊无人就拍算伊的机会。啊，咱是要拍算家伙，要拍算身体。我细小拢拍算家伙，为什么？算家伙就好啊！哦，算我安尼，迄落，足济财产足济叫家伙，无人敢咧算家伙，巧人咧算身体，伊会做身体，要拍算伊会做身体。啊，所以咱来知算，咱来知讲，咱真正就爱会晓拍算，靠法度翘脚。咧吹气，啊！你唔通你啊，袂晓拍算，伫遐
惊一个月连地出去哦，要安怎？要叫做家己自找麻烦，一定安怎？一定爱了，互咱修行，修行是要是快乐的，咱知影修行是要是快乐，修行是要是轻松自在，所以爱家己地方，算无翘脚咧追求，但惊有感会拍死者，安尼颠倒是颠倒差。啊，所以讲伫遮算，就是咧讲咱人生这回好甲恶。所以讲咧，善恶诸行，那恶为人自招，善恶诸影随形。啊，这拢毋是重点，重点是后壁迄个叫做算尽即数，啊，算甲尽来挑算尽即数。所以讲，不管你是做善还是做恶，不管你是做恶还是做恶，拢总共款去算内底哦，算甲尽就无命啊！我做善呢，共款你善事，伊是叫做加法，一定甲你算的。啊，恶事咧，恶事就是减法，一定甲你算的。当你加法算甲到的时阵，安尼，啊，你毋通想讲啊，我做善事做到尾安尼。废话，本来就安尼，啊无安怎，互你做善事袂安尼呢？啊，只是讲，迄个善事算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巧的时候你是足欢喜。啊啦，恶事咧，就讲好咧，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共款的离开。那迄个是做凄惨，好惨的。不管你是做善做恶，不管你是好还是好，拢共款是算内底。啊，是讲你会晓拍算，甲袂晓拍算，所以不在乎讲哦，咱的德性，甲咱即个性，莫去甲在乎的，通去甲执着的啥物，迄个德甲性无啥物，得着啥物当我心里其实是无啥物，我无人无就无人，我无人无就无人。问题是安怎？问题不管你好有啊无好，是若拄着失甲有的时阵。迄较是免命啊！迄较是食人的所在。为虾米讲？比如咱即个饮食其实就是安尼。当你若互咱得着的时阵，迄是怎念伫骨内底哦。当咱若得着是一念伫骨内底哦。啊，你若无得着咧，无得着其实甲你无啥关系咧。啊，你若有去得着，互你足注意、足慢慢去得着一款念伫骨咧。啊，你敢要走？敢要走来食啊啦？像咧大膏药，像咧烂条啊大膏药，迄掠伫是丢单咧，迄业光咧教，咱的业光咧教，迄掠伫是丢单咧，咱就是讲哦，我伫世界上，哦，足请赢足好，生活过甲足个名声地位拢足好，也看无透，要像个掠去无，甲人甲饱一样，像个烂条咧掠膏药。丢单，互你疼甲规个拢焦去，迄规个灵性规拢焦，不着安尼。所以讲哦，得着甲胜利无啥物，是失去甲失败，着看境界，你着看境界。所以伫即搭，通去在乎这个代志，爱活伫当下的一个幸福，当下为虾米讲呢？当下幸福是。因为幸福就是安怎？咱一般，若咧讲加幸福，后壁拢有加两字，讲做幸福佮加快乐。讲幸福还佫无够注意咧，拢佫加一个快乐安尼。啊，咱其实幸福佮加快乐，适合朋友甲人讲。你若感觉讲你要快乐，基本上你就是痛苦的开始。你若要追求快乐，基本上你就是痛苦的开始。所以，通要追求。幸福甲快乐，咱爱追求清心自在，通追求幸福。正经讲咱的幸福甲快乐是幸运，幸运咱有法度得到，幸运有法度得到，这才是咱感觉到。觉醒法爱，觉醒法叫咱来觉醒，觉醒解决。啊，咱在世界上的这个买卖实在太济。啊，要觉醒，啊，比如安满天星斗倒下世，迄拢领命落来哦。魔王日升下天宫拢领命落来哦。结果得着咱的这个众生拢安怎，拢变做
啥物？下角册，佮将身份领面，领课文领大弯落来哦，当个将身下角册我避花费，一点仔都无重要。所以讲角册嘛爱读，若无角册啥物拢免讲。有种的感恩上天的管道，咱来真正感恩上天的管道。上天真正非常感恩，甲咱讲王母的这个本文内底，就讲啊足清楚。你讲哦，咱若要直接倒转去救指官，有困难的，毋是大家拢会当倒转，有困难的。所以伫本文内底讲，伊着先找弥勒王子，落来第40页起一个叫做倒数天。啊，倒数天内底有49顶的如意石，倒数天。啊，有这个我讲需要先落来，先落来整顿。所以哦，这个我讲需要先落来整顿。那么整顿了，互咱有才调倒转去弥勒的这个在倒数天。那么过这个49层的如意石，你才有都进入去了。这个什么？无极的迄个所在，迄个真法。啊，若无咱要经过救指关过，有困难，真正有困难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哦，弥勒真多遐梦见，哇，伊来伊拢无共款，所以咱拢会当等。啊，所以这个惯性，上天的这个惯性，知影咱要过救指关无遐简单嘅。所以呢，老母就特别注意，伊伫我们写一篇啊，迄做歹背。我大概讲伊的意思。啊，到尾咱会当倒转去传，啊，两花花，会搁三改落来，一花、二花、三花，叫做两花三花。啊，迄个先搁紧紧倒转，这种伊个上神经、下神经拢主角。咱来重点，上天太注意，伊才讲咱可能一改三字五点，要想到倒转困难，特别请我咧王母请弥勒王子。第40章，比魔王要天搁较低，第40章足紧的咱来接。只要咱人看到弥勒佛有信心要甲拜，有礼敬的心，伊就袂放你数，弥勒佛就袂放你数，就无你个救，就袂放你数。啊，就是偏偏咱有，是安尼嘞。我捌看过迄个，我行过一个讲安那。哦，我众佛菩萨内底，我上讨厌弥勒佛，三项一无好，啊，太解天道讲歹难。有个人无一定看到弥勒佛的存在，但是讲啊，你还是安怎要去拜弥勒佛？迄是因为手提了元宝，你若手莫提了元宝，伊也拜无的，迄根本就是无的，迄就是伫这个所在有小小的自负的王冠，伊甲咱讲。痛，啊，心会相通，喊咱的多一个降临，心会相通。迄火要传落来，咱就爱本身爱打伞，咱若无打伞哦，迄火再炎传到咱时阵，起者就歪。然后就按海角笑，心情当落落，叫我要喷出海角的信号啊，喷袂出来啊，心情在当落落啊。所以讲人咧，咱的前辈怎啊？烧甲一滚滚，啊要传火落来，结果咱的心动落落，传啊怎啊起一花，结果甲传了，接袂掉，传袂落。坚持嘛爱，手板刀风风，啊其实哦手板刀无啥物丰富啦，迄诸菩萨拢咧甲咱糟透，有啥物丰富？有丰富就是咱的业性。咱的业是无遐简单讲，哦，你要倒转去啊！咱的业力，咱的完全无遐简单讲，你要倒转去啊！如果你倒转，无遐简单啊，会是足歹糊涂的啊！哦，所以讲这，啊，迄拢是安怎，拢家己自找的。哦，所以讲迄拢是上天互咱，同胞一个一个为道的净土，来甲为道的净土，伊互咱的慈悲好好甲咱爱惜，互咱的慈悲好好甲咱爱惜，甲咱疼惜。反向角度，这样不能讲，一步一步以理为顺，啊，己不顺，用道理，也听道理太多，道理若咧听，偏偏伫这个不同哦，听道理，甲做义工有差，哦，这哦，有人讲做义
工，这是一个典故，我是跟你讲，我简单讲，迄做义工哦，做50天，拢无爱来不断听道理，做50天的义工，结果规空气讲，念落讲，你大善人呢，你就有当做义工做50天，你福报足大，啊，你有想要出世迄段，伊讲我要出世来，迄个收益很高，你无够资格，啊，要出世有两个边，无你无够资格。我出去有无咱所在，你无够资格。啊，无我会点安怎？你会当出去去做管导员，1200，就讲你会当管1000户。哈，嘿啊对，你就安尼，你会当出去啊。啊，偏偏歇伫边仔迄一只粉鸟，逐工就歇伫遐听我事讲经，也无去做义工呢。听一个几十天了，粉鸟加做10天啊，10天听了，倒转去了。然后你会当去出世是去哪里？差呢？结果伊出世来叫做戒环大师。伊出世来教阮教给来听经呢，出世来做戒环大师、戒环禅师，受到相当的苦。所以讲听道理实在足重要。道理爱听就爱听你的心道理。啊，当然伊感觉自介强，不过伫遮咱卖讲对理，卖讲对理。咱来再讲哪做爱哪听。但是有足侪老菩萨拢是安尼想，啊听，较听嘛遐，啊听就是要做尔，我是爱做，你观念唔对，爱做爱听，安尼若当个代志照我都开悟，袂去误导，因为咱人本身就是贪心痴了，贪心痴了，我若第一支写了，国者，你伫遐时阵讲，这个钱会听咧，赶紧上班入去，你毋通第一支写了。感觉第二支一个写了，差不多咧。第三支一个写了，袂换，因为无力通去背，无力通跟字背起来。第一支贪写了，你还阁有法度通甲背起来。啊，若无背起来，第二支七，贪七三支拢落，你无力通背，哎嘛，在里面，所以讲才去学啊。可以靠咱的德行，可以靠咱的德行学养够多。所以讲德行若够的啦，德行若够的啦，伊会去安排的过程。所以讲你若含有一个德行做伙啦，无较够的啦，拢无啥物过程。啊，这就讲希望咱逐个人保养德行较够。所以若是非嘛，来咱的心上去，为着咱的德行要有较够，拢爱甲安排好。然后听来就较讲出去，安尼德行就保有哦，你德行要有够就是，啊无无，啊德行啊足坏啦，伊会互你无过，哦这两种德行够的啦，你若和伊做伙，伊会暗你的过；啊德行坏啦，你若和伊做伙，伊会互你袂还过。啊所以咱要做，咱要甲咱想德行较够，较宽，所以咱和咱做伙。无是非，啊，包括咱家己咱讲，咱家己咱使用总嘛，甲人讲做清楚，家己一定爱袂使是非，嘛袂使去观看人的是非，安尼你德行一日高，一日宽，这就是所以讲一个涵养，可看涵养，再一层心念的品性，概率的品性度，安尼甲家己考察看来，咱的心念的。这个起心动念，介有够，介有这个，啊，道理咧听，就我道理转介，道理无咧听，道理人办哦，像安那来食菜哦，菜来食，道理唔办，食菜，捌你亲像老母咧爆炒米，爆无味。啊，无味，介有咧收，就敢像咧束包，介有咧收像咧束包，其实介有是要互人办，你煞甲想咧像咧束包，一定安怎做？食菜无好听，你亲像老母咧爆炒米，愈爆愈无味，啊，愈无味，介有一种艰苦，啊，其实介有是足轻松，啊，尾后介有练个有一百工，最后去100工。变做是安怎拄到？啊，时间差不多，8样，哦，
节目来讲，白人开始后，10天前咧去五味交替过后，咱人搁直接咧五味交替后，10天前咧去交替过后，正讲就是米花开始啊。五味就是最后一个叫做价田论，价田论已经过啊。啊，这样伊拢过啊。伫10天前，迄个五味米花去交替了，才开始正式咧白羊期开始到啊。对，即摆开始啊，米花开始啊。只是讲米的手术当时要落来，咱毋知。即摆开始，白羊开始，迄个白羊咧无已经拍开了开始啊。所以讲，咱要了解讲普渡的因缘，千手，去即个千手先人处理，即咱这个重要，咱个精神流光万古，即个就是我简单甲咱报告即个话术，咱时间来讲，咱最后咱一个掌声欢迎咱乐清团分享。
好好好。